陳奕迅首度與頂尖管弦樂團合作 K 歌之王 Air 跨越20年的音樂奇蹟。陳奕迅飛英國重製 K 歌之王錄音室情緒淚崩。金曲歌王陳奕迅 Eason 近日親自飛往英國，踏進具有140年歷史的 Lyndhurst Hall 錄音室。與 Air Studios 的60位頂級樂手組成的 Heritage Orchestra 管弦樂團，共同打造經典歌曲《K 歌之王》的管弦樂版本《K 歌之王 Air》。這場跨越20年的音樂重逢，不僅讓這首經典金曲注入全新生命，也在錄音現場激起 Eason 的感動淚水，畫面令人動容。Eason 分享，這次計劃其實起源於一個廣告歌邀約，他笑稱這是自己搞出來的大頭佛。一聽到客戶想用 K 歌之王國語版，我就覺得既然要做，就要廣東話普通話兩個版本一起，不能分開這對雙胞胎。原本簡單的計劃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，最後決定遠赴倫敦與國際頂尖管弦樂團合作，同步錄製雙版本，為這首時代金曲注入宏大而震撼的管弦編製。25年後的重逢 ，Eason 感動落淚。Eason 表示，廣東話版本錄了3次，普通話版本錄了4次，全程沒有時間預先彩排。一走進錄音室，聽到樂隊正在演奏 K 歌之王的旋律，我瞬間被感動，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來。他形容這次合作是一生一次 （once in a lifetime） 的珍貴體驗，每個音符都讓他感受到原曲的靈魂與新生命的震撼。他回憶，這首歌2000年問世，由林夕填詞，陳輝陽作曲。Eason 特別讚賞當年創作團隊的深度， K 歌之王不只是情歌，他同時觀察了卡拉 OK 盛世的文化，描寫了我越賣力愛你，你卻以為我在唱卡拉 OK 的無奈。這種真心不被欣賞的感傷，讓每一次演繹都帶有深厚情感。音樂重生如嬰兒初嘗食物般新鮮。Eason 生動比喻這次重錄如嬰兒第一次品嘗食物。當年首次在商場活動唱這首歌時，大家對歌曲反應平淡。我完全感受到歌詞裏的諷刺感，我在賣力，你也不知道我多用心的那份悲哀。人生首2次演繹這首歌，就像 BB 仔第一次嘗到食物的真味，真的很正。歌曲走紅後，每當前奏一響，觀眾便沸騰，但 Eason 認為這反而失去了最純粹的感受。而此次在倫敦首次與大型管弦樂團合作，他重新找回那份感動。我感動得忍不住又流淚，單是聽他們拉奏幾個音符就已經全身打冷戰。那些音色質感真的很好聽，即使樂手們聽不懂中文，音樂的純粹力量已足以跨越語言，令人動容。雙版本錄製堅持完整呈現經典。這次重製計劃包含廣東話與國語雙版本， Eason 強調不能分開這對雙胞胎。他笑言原本只是單純的廣告邀約，但在錄音過程中越滾越大，最終遠赴倫敦與國際頂尖樂團合作。這份堅持不僅保留原曲靈魂，也賦予它全新的生命力。整個錄音過程充滿挑戰與感動，沒有時間彩排，每一次錄音都是即時演繹，每一個音符都帶着情感的重量。Eason 坦言，
這次的錄音過程超乎想象的珍貴，也讓他再次體驗音樂的純粹與力量。K 歌之王 Air 跨越20年的音樂對話。25年後的重製，不只是技術上的升級，更是一場跨越20年的音樂對話。Eason 表示，重錄過程讓他重新感受歌曲的原始情感，也再次理解這首歌在文化與人生層面的深意。音樂的魅力在於跨越時間與語言，這次合作證明了他的力量。他強調 ，K 歌之王 Air 不只是回顧，更是重新創造。經典重生，與管弦樂完美融合，讓老歌散發出全新光芒，也讓聽眾重新感受那份細膩情感與時代共鳴。跨越時光的感動。陳奕迅在倫敦錄音室的淚水，背後承載着對音樂的熱愛、對原作的敬意，以及跨越20年的情感回溯。K 歌之王 Air 不只是歌曲的重製，更是一段時代的回憶，一次音樂的再生，也是一份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感動。粉絲不僅再次聆聽到熟悉旋律，也感受到 Eason 對音樂的初心與心情。這首跨越時光的作品，讓人明白，真正的經典會在每一次重新演繹中找到新的生命，也會持續觸動人心。